来看2024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今仔举行，因为对顶的原则是由两边的副市长致辞开幕。上海的副市长花冠是宣布讲，上海会积极来推动上海的民众来台湾团体旅游的路线，一定会包括台北市。咱的市长蒋万安也向两岸领导人喊话，望讲两岸会当加一点对话，减少对立。欢迎两位副市长以及各位长官。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7日金华酒店举行。这个论坛的主题是智慧治理，影响未来。在对顶尊严的考虑之下，主论坛起稿由双边副市长致辞打尾头。如今我们已战胜病毒，让论坛恢复实体举办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政治的寒冬也将远离，让和平稳定、互敬互惠的交流从双城可以扩展到台海两岸。两岸同胞啊！ 从来都是一家人，我们常来常往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亲。上海方面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，旅游路线一定会包含台北市。上海市副市长花冠宣布离台政策，上海旅游团恢复来台湾旅游。在台北市甲上海市副秘书长进行市政交流专题演讲了后，上尾市长蒋万安出席见证推动智慧医疗、加了耳仔物证交流，还有保育，签署2项 MOU， 而且发表结义的致辞。和平之路尽管曲折，但值得我们负重前行。我认为要多一点对话，少一点对峙；多一点和平的橄榄枝。 少一点冲突的酸葡萄，多一点渔船灯火的点缀夕阳，少一点船舰飞机的喧嚣呼啸。蒋万安以民选市长的身份公开甲中国发声，延续去年双城好、两岸好的主题，嘛应用今年情势提出两岸互动的方式。现在上海旅游团有机会恢复来台湾旅游，蒋万安嘛正面看台。只要对台北市或是全台湾各地。 整体观光产业的发展，能够带动商业的活络、消费刺激，我想我们都乐见。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从2010年开始，已经连续举办14年，今年是第15届，也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以来首次主办。双城论坛已经办真侪年啊，不过金华酒店的门口透早也是有抗议甲支持的团体，双方伫遐划来划去，嘛有独派团体冲入去饭店，落尾手去互警方赶出去。 这一届论坛分做无共主题，包括文化、交通、甲水利等等。也那花冠一群人中昼伫君悦饭店请食到，按算下晡3点，上海代表团就会去大巨蛋来参访。伫尾仔嘛会坐飞轮机离开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